一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一块来拜访这一位法国籍的战斗机维修技师马可。因为马可爱上了我们客家姑娘，同一个时间他也爱上了客家聚落，所以马可选择在万峦落地生根。他的住家呢，仿照他自己的家乡普罗旺斯的风格打造，如今成为了法国跟客家文化的交流中心。他自己努力学习客家话，也爱上客家文化。普罗旺斯风格的建筑不是在法国，而是位在屏东万峦的客家庄。这么有异国风情，因为主人是法国人马可。一一介绍每架战斗机的性能，因为他是战斗机的维修技师，爱上了客家姑娘，所以在客庄落地生根。How many years is more than 100 years old? 用法国运回来的百年古董装潢自己的家园，很多废弃物经过他动手改装，都变得古色古香。像是这座灯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连客家斗笠到他手里都能变身呢。Chinese style, Aika style. Now can use and beautiful. 落脚客庄跟客家岳父也有好感情，互相切磋厨艺，让法国跟客家在这里交流。Keep, because and好。拥有好厨艺的马可常常下厨料理家乡味。今天要做的是西北法的传统甜点，这也是岳父的最爱哦。我聽就學到，讓當好食，也當翻嘢，當按攞啲作為蛋糕。係有做好啊，係啊，係。虽然客家话还不是很轮转，但是两个人做料理也能有好感情。老婆许美惠当翻译，甜点出炉，3个人的下午茶时光也是学语文的时间。冻河蟹，冻 is very。冻我觉得很好吃啊。冻螺是。冻河蟹。马可从战斗机的技师变成了客家女婿，马可把家乡味的点点滴滴移到了这儿，让法国跟客家融合的刚刚好。To say that only Aika people is very special, more special than normal people. That's all. 其实他要讲的应该是他从我和我父亲身上，他看到勤俭，就是很刻苦耐劳，很勤俭。夫妻在客庄打造法式风情，让这里成为了客家与法国的交流中心。欢迎朋友上门参观，也喜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教他认识台湾，也认识客家。战机技师爱上客家姑娘，不再仰望天空，专注打造城堡。普罗旺斯的法式浪漫，在屏东客庄蔓延感动时刻。